Hello，大家又見面啦！係我最中意嘅冬天，凍到個鼻都僵晒嗰隻。雖然唔係第一次出遠門，但嗰陣對世界真係一無所知，攞住媽咪買俾我嘅新相機，同媽咪開開心心出去玩。係啦，佢叫 Amanda， 佢好搞笑㗎。有次我叫佢影我眯埋眼，享受落雪嘅感覺。佢影完粒聲唔出就走咗，留低我喺原地享受多2分鐘落雪。除咗呢啲，加上呢幾年 Amanda 嘅攝影技術大進步，同佢旅行都幾好玩。Doing now, very cool. I enjoy very much. 呢個古城係東正教聖地，最出名嘅係謝爾蓋聖三一修道院。我哋參觀咗好多教堂，都唔清邊個係邊個。第2日我哋就移動去下一個城市，都係睇歷史建築、城堡、塔樓、教堂。建於11世紀初最古老嘅修道院。再去咗一個好多木屋嘅開放式博物館，啲屋全部都喺呢區唔同地方搬嚟，重現返從前村落嘅面貌。嚟到聖彼得堡，最震撼嘅就一定係2個皇宮，夏宮同冬宮。夏宮就係皇室避暑嘅地方，個噴泉花園大到行唔晒，到處都有金色嘅雕像，好浮誇又優雅。而冬宮就係皇室嘅主要居所，入面收埋咗一個藝術館，成個隱士盧博物館收藏咗超過300萬件藏品，包括本地同世界各地嘅油畫、雕像、家私同工藝品。展出嘅只係其中好少部分，已經睇到眼花繚亂。再去另外一個宮殿，超大超華麗，又係金碧輝煌，閃到你唔知望邊好。其餘嘅時間睇咗芭蕾舞表演同埋戲團，同埋市區其他景點。好大雪啊！哇，好痛啊！啲雪喺塊面。嗰陣算緊工，諗起仲有好多年要返工，好似唔使咁急住開始，點知即刻又跳入咗第2份。呢10年間都仲係無縫接軌咁返工，而 Amanda 就退咗休。繼續去好多旅行。